清朝尾甲日本初期，台港沿海地区海贼时常抢夺国钟头，海尾嘛无例外。人民为着抵抗海贼夹争，所来组成上港镇甲海贼搏斗，保护海尾地区，保卫家园。教练你好，我是云平。你好。听讲咱这海尾调风宫的上港镇是较出名哦。是毋是会当甲阮讲一下，这东吹时伊是为虾米会来组成的？这上港镇的组成的原因就是讲，伫这清朝尾到这日本初期的时阵吼，迄阵大家做歹等食嘛，因为阮海尾庄因为大家这吴家是大户人家，伊即摆伊伫咱海尾庄是大墓种嘛。伫咱的大庙调风宫，伊也担任咱的老大，就是主委。迄阵大家困苦，伊用请咗一长工咧经营伊种饲鱼啊，有做事。因为有一届有海贼要来甲咱抢阮的海尾庄，海尾庄咱的庄民，伊要来甲咱抢庄，伊会放迄个武林贴，伊会讲你满时满日要来甲咱抢海尾这庄，这个是经营财宝，爱准备好。大家较卖迄个动干哥安尼，伊即摆船长知影这个消息的时阵，才甲遮村民讲，咱某时某日有要来甲咱抢哦，咱要注意哦。所以大家就有准备，所以甲伊的钱、伊金财宝，拢当做拢互迄个杂人，当做有心啊，都畅天八岛，所以减少迄个防抢劫的次数安尼。但是伊来抢嘛是拢有损失啦，损失就是讲伊选择已经大户人家，咱吴家。所以咱吴家尽量要回撇，但是无法度回撇这财业，所以咱吴家有迄个牺牲甲奉献，安尼。即摆牺牲了，因囝春节啊，召集咱海尾的这老大，请教咱在工作。咱在工作伊讲，咱这庄头一定要有一个武丁，要有自卫队，无咱人啊敢抢，安尼毋是办法。所以咱庄民都开始会议，看要对请教练来讲教咱的上港镇。伊吴家这春节伊有去顶山七宝过啊顶山，伊有去帮去分一个囝做囝，来谈遐是有亲情关系，知影讲顶山遐有上港镇，所以咱这老大去拜访因遐庄主，是毋是当过来甲阮教上港镇呢？由迄阵的师傅过来甲阮教。到今呢，就是123档，是西元是1900年迄阵来做入的安尼。所以迄届第二次伊过来抢，咱已经开始反抗，所以海贼就被咱驱离掉啊，就是咱拍败就走啊。从今以后，伊海贼就无搁继续来安尼。所以咱的里民庄民，继续知影讲这练武的好处，练这上港有好处，所以大家庄头，大家开始流行咧练暗管，咧练拳头安尼。教练听完你的故事以后，我对上港镇有搁较进一步的认识啊！我搁知影讲，伫这海尾遮有一句俗语是叫做“毋捌看过海尾宝，嘛爱听到海尾鼓”，这就是咧讲咱上港镇伫海尾遮名声的响亮哦。是毋是上港镇内底兵器嘛会当甲阮介绍一下咧？今咱就来大庙，现在了解，甲恁讲解一下咧。好。
看到这个兵器，就是咱上岗会用到的嘛？诶是，这全部这两排吼，拢是咱上钢琴所用到的兵器。啊，是毋是帮我简单介绍一下？好，会使啊。咱上钢琴是着头旗甲香布咧带箍，哦，整个队伍就是因两个起头咧带箍。哦，啊，这旗伊嘛是有功能的哦，伊旗嘛是起，旗咧踩旗的时阵，这旗部的摔。哦，你人往内面摔着嘛是会受伤。哦，啊，甲这尖尾嘛是有拄的功能啊。哦，所以这头旗应该拢有伊虽然的功能，哦，啊，甲带箍的功能。哦，啊，过来，这香布。这香布这布嘛，以前咧跳是这个是来的啊，哦来的，哦这嘛是功能，这嘛是会当哦会当训练人来嘛是当煮，哦这种有伊功能的啦，哦所以每一个兵器拢有伊功能。啊，所以来介绍这个关刀，哦关刀以前用的是斩马刀啊，斩马刀以前古早时代是用骑马出战，哦啊这个是长马是在撩在拄，哦这是斩马刀了，哦啊马啊较少了。哦，伊个功能，伊长马嘛，伊假使是长马。哦，啊，再说来，咱个盾牌，哦，这盾牌，这矛盾嘛，是盾开来是矛开来，哦，盾牌，这盾，这是红手，咱讲啊，安尼手了后，安尼是一个弓箭，后摆当手，弓箭，哦，拢会动。伊有做一功能，啊，虽然看到安尼演变，啊，使训练安尼，啊，以上是简单啊介绍这个兵器的功能安尼。啊，安尼我是毋是有机会会当摕这个兵器嘛？共恁好啦，等下安尼再去训练者，我教你几招讲吼，迄个两门，迄个免啊比法安尼。好。哦，两门今仔是摆两摆，是因头怎摆两摆嘛？吼，迄面向迄边，吼摆两摆嘛。吼，第一个动作就是两个加的，来。加的哦，右脚在前面，好，拿掉，好啊，先开眼，右脚向外，右脚向外，好，啊，右脚踏进来，好，来上下中右脚上下，左脚踏出去，旋转，上下，左脚踏出去，旋转，哦，就这样。啊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有其他个是练吗？啊，别来，你来鼓嘞，背起来。好，分短线，上面左脚踏出去，右脚踏出去，来，旋转右脚向后，来，这几点左脚向中，来，再蹲下去，哎，搁一个，我头啊手那怪怪，马步蹲下去对不对？哎，右脚向前踏，啊，这个根本照顺方向。好，他右脚在反方向，啊，那个一点中间，啊，久啊，搁一个，你个也较尾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从中间绕避安尼，对，安尼啊哈，再绕回来，安尼，再绕回来，安尼。哦，对，这安尼就好啊，恁入掉这个某种旋转，哦，给始终给它哇，这样旋转，好，那重来一次，不，好，噔，好，噔，好，噔，好，好，鼓啊，啊起来了，好，好，啊要对倒，好，跟头拄只遐跟赶快，啊，先过啊，噔，好，啊噔，好，上下转。1、2、3，旋转，左脚，上下从倒出去，旋转，哎，还有料啊，哦，那个回尾 N 位，这个照，这个下个动作，这个下个动作啊。OK， 好，好，啊，老兴趣，还要报名。好。台湾上钢钉已经有100几档的历史，平时对上钢卡基本的动作嘛真要求，响亮的名声代代上传各单，或者在地子弟会当了解上钢钉保卫家园的精神，并且持续发扬光大。另外，在台江地区
阁有一个真有特色的日头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你好，我是林平，我想要了解咱台南顶头的文化。啊，听讲遮有这以狮头带阵的，叫做金狮阵。对。哦，安尼敢是遮所有的家私，就是这金狮阵所需要用到的物件。对，这就是阮目前金狮阵出阵所买大的家私，全部加伫庭院有19对所大的家私，这就是目前排列两类，这就是阮目前这个狮阵所要用的家私头啊，我拢讲家私啦。哦，土的拢讲家私啦。啊，像我头拄则有去看这相公阵，嘿，啊，即马看到这金狮阵，我实在是无啥了解，讲这其中到底有无共款的所在是倒位？你敢会当甲我简单介绍一下？咱咧讲吼，相公阵共款，这拢是武阵。相公伊是由头旗、相宝咧带阵。狮阵、金狮阵，伊是由咱即个狮头。同狮尾做头前咧带阵，哦，咱这是金狮的部分，这是咱传统的金狮武阵，哦，咱这是安尼，咱这狮阵嘛，佫有分开口师、闭口师，咱这就是属于传统的武阵，叫做闭口师。哦，啊，你像咱若西港系统，佫有一阵，就是白鹤阵，伊是用白鹤同东珠咧带，佫有一阵就是个五虎并西，伊是用五虎将咧带，所以伊头前带的无共款尔。啊，那像咱这金狮阵啊，咱这传承的由来是由倒位传承落来？阮溪南寮这个金狮阵是由咱西港乌顶拿公主宫的金狮阵传落来。因为金狮阵的渊源较久，有西港乡科，若甲明年过多240担，所以因传承较久。啊，阮是伫迄个民国35年，较来聘请因的师傅过来遮传授这阵金狮阵，所以乌顶拿传的，因就是即个光管狮头，同因的形体相像，骹筋丝白，丝层就是红骹筋的下面，所以阮遮是由这乌顶拿迄个公主宫传过来的金狮阵。了解。哦，啊，我靠，我即摆有听到这冰冰凉凉的声，是毋是咱拄好咧操练，是毋是？哦，安尼咱直接来看卖啦，吼，欢迎来看卖，了解一下，看这传统。
单练。嘿啊，因为阮内底所有的家私每一个成员，大家拢有一套，所以伊来举家举竿刀就练竿刀，就甲拄仔迄个举盾牌、搁摆刀，伊就是盾牌甲摆刀的操练，安尼。做落来这位是？即摆这是徒手单练，这是阮后壁去参加迄个武术界的一寡师傅做伙交换的拳头，这种是买手啊，搁加入来无？阮原底是咏春，搁有迄个桃仔拳，搁太祖拳，但是这个叫做五祖拳，这是男少年的五祖。阮有一度拢搁会增加阮的表演的内容。但是这了，等下你可以看到徒手对练。这个单练。这个嘛是，这叫做蝴蝶双飞，这属于咏春拳。咏春拳，哎呀，这个都是以前老师傅传下来的，也都叫他们亲自到庙前来教授，教授伊较年轻一辈，互因继续搁留来，因人工换因已经无法度胜任这个武丁，伊就换因去教后一代，安尼慢慢啊，一代传。月经文化伫台南传承10斤，
无论是上港镇、金赛镇，也或是其他镇头，拢有各自的历史渊源，嘛是乡民文化重要呈现。而每一个庄寮先民所讲的奋斗故事，以及留下的历史痕迹，也是后一代代工子孙重要的文化资产。咱这个庄头以早有过海贼的抢劫，也有来组成这个上港镇，也有各庄头是拢有啦。是咱海尾庄，伊庄头较大，历史也较久，所以伊上港镇也较丰富安尼。我嘛讲希望咱安南区各庄头这个武镇，会当延续落来，保持这个文化，代代相传，把这个好的文化保留掉的。咱大庙为着这上港这文化无爱要失传呢。咱从大庙新社有来组成这小武艺班，从这囡仔细汉一直远，话到这国小国中，来练这武艺，到大汉会当参观这大人上港相结合起来，到大汉要练无迄个欠卡的问题，将这文化会当一直永续来传承落去安尼。有囡仔学这个武艺，来传接这个文化。你要看经过这200吨打铺起来，这人口外来人口，打小少一个客人了90吨，我总发电工呢。所以咱望呢，就是讲以后这个土地，这哪国政府甲遮会当这哪好的成长的空间。安南区已经突破，是台南市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，已经变20万的人口。相对的，即马咱已经搁是一个大台南区、大台南的这个范围。安南区等于是拄啊涵盖伫市区、塘这山区、海区这中间遮，所以发展的未来是真可观。咱望这个土地的人，伫遮200吨就发展甲安尼啊，咱好好来珍惜这个土地。所以看，短客人了90吨就会当一个足大的所用，就是讲你看90吨会发展甲安尼。何况咱以后要发展到啊，反正是科技的时代啊嘛。万咱大好好听惜咱家己这土地得来无简单，咱会当安尼透过新的科技也好，咱保留旧的传统也好，一万徛伫咱原有的基础呢，搁继续来大发展，互咱家己时势知影讲咱的根伫倒搭，好好来重视，好好来听惜这个土地。